好，咱对1643年3月2日开始读起哈。3月2日，6只掠鱼的胖船对南方转来，载一批陈、茶新就是茶好了哈，含咸鱼载45个人。遵照今仔日的决议，伫咧要到的时阵，临时队长，伊名叫做本吼 ，BOON 吼。带着详细指令，临时队长本啦吼，带着详细指令带领下列的船只甲人员出航，要经过淡水和归人头前的这个福尔摩沙东岸，伫遐应该是认为讲会有黄金啦吼，进前伫迄个3年伊设的迄个群组内底吼，马文有搭一道影片吼，是迄个叫做伊名叫做光头坚吼，光头坚吼，伊做一道影片吼，是你讲迄个西班牙人吼，伫咧北台湾经营的即个经过吼。讲到这要去探即个黄金的即个代志吼，其中有讲起讲，迄个西班牙人吼，伫北部因为伊无发展农业嘛吼，所以其实一直以来吼，伊伫咧北部即个拢毋是介稳定吼，因为食的问题嘛，伊补给拢爱靠迄个菲律宾来的即个补给吼，所以无介稳定啊。主要是因无一直拢无发现迄个金龟石迄边的黄金啦吼，所以就到尾只好放弃吼，北台湾伊就放弃，伊若有看到遐黄金，绝对是无可能会放弃吼。好，迄个影片你有兴趣再去看吼，光头建议的即个影片。哦，迄个影片其实真正是袂歹吼，因为伊内底有附一寡图是一个。我袂记名吼，伊讲的一个应该较早因伫咧做广告公司的伊熟悉的人所有的一寡图，迄寡台湾历史，伊就是家己想象，若凭想象啦，就是讲另外就是讲参考，比如讲其他迄个电影啦吼，其他西方当然伫咧即个大航海时代的这个历史留落来即个图像啥，诚侪吼，伊去参考伊挂去为的吼，为西班牙人伫咧北台湾的情形吼，哇，你会感觉会当来印证讲咱读过的物件，所以你感觉足熟的吼，所以有机会你再去找出来看吼，光头跟迄个 video 吼，伊所做的迄个影片吼。好，咱转来遮看吼，讲迄个。临时队长吼，本要带人去探黄金啦吼，因为讲迄个所在有黄金安尼吼。啊，伊所带的就是下底即个有列一张表吼，即嘛迄个日志顶头列一张表吼。分别是，就是即张表就是即两三是5只船吼，顶头即个士兵啦、水手的人数、人额偌济安尼吼，我着真紧甲念去吼。胖船 Alkmaar 号吼，士兵40个，水手5个，希腊人15个，合计60人。魁人号吼，士兵40个，水手5个，希腊人13个，合计58人。第高德富普号吼，40个士兵5个水手。顶头这3只船拢是共款吼，40个士兵5个水手吼，45个吼，加上希腊人都较无一定吼。第3只船希腊人11个吼，总计56人。Quebec 号吼 ，De Brock 号，这是2只船哟。Quebec 船
The Brook 哦，即只船啦吼。伊迄船迄个样式较无共哦，毋是篷船，叫做 Quail 吼。伊船号叫做 The Brook， 有25个士兵，13个水手吼，无死仔人，总计38人。大领港船吼，15个士兵，9个水手，总计24个人。所以包括军官、士兵、水手甲死仔人，总计是236人吼。所以迄个临时队长带即阵吼，236人要去出产黄金的迄个所在吼。因认为有出产黄金迄个所在啦，实际上应该是无错着吼。愿万能的上帝带领因一路平安，并且达成阮多年来为着公司所要期待迄个目标。今仔日嘛决定，明仔载要派篷船阿姆斯特丹号带最后的通信物件，航往巴达维亚。嘛决议讲，礼拜日国下要甲伫北平的小人麻豆马加流湾、新港和大北港顶下居民讲，就是考虑到将来吼，考虑到将来要向公司缴纳一寡米吼，像南平吼、春社的居民因所做安尼吼，所以要将因的土地和和平来纳入阮的保护之下啦吼。如决议录所详细记载安尼吼。今仔日嘛对小人收到牧师Junius的一张批吼，以及伊所要写互总督阁下的批，伊还请求将同齐送来2罐草药仔食吼，也送去互总督阁下。即个总督是迄个印尼遐的总督吼，巴达维亚遐的总督。详情请参阅信件批信的谱仔啦吼。下晡商务员 Johannes van der Eyden 吼，对南方经过陆路转来到厝地，伊已经按照互伊的指令吼，执行伊的工作。详情记载伫下列的附件，伊所写的日记内底。所以今仔即篇吼，长吼，其实下底拢是即个商务员所写的日记吼，一直对当时啊，3月15号吼，一直写到3月21号吼。啊，咱今仔日读的即篇日志是伫3月21号的日志吼。好，咱来看一下日记内底吼。即个下属商务员吼，毋是下属商务员，伊是干那写商务员的吼。Van der Eyden 吼，对南方就是台南以南嘛吼，打狗遐嘛吼，搁较南边我迄趟打狗，敢若拢无少汉咧讲去打狗，拢讲迄个南边遐个什么放梭啊吼，放梭啊写遐吼。好，日记安尼写吼。今仔日就是3月15号中昼坐一只新仔人的掠鱼的篷船出航，暗时啊来到高山的后面停泊。高山应该是打到遐吧吼，就是即嘛高雄的寿山吼，即嘛无叫寿山，应该是叫茶山啦吼。好，高山。伊讲今仔日吼中昼坐一只新仔人的掠鱼的篷船出航，暗时啊来到即个高雄啦吼，打到高山的后面来停船，伫遐无看见船只，所以就伫咧迄只篷船顶头吼留到约半暝的时阵，吼以便起山督检，就是临时检查啦吼。起山了后，看见4间厝，带满死仔人，因拢咧困，大部分拢是掠鱼吼，掠鱼的即个渔夫，全部的人拢摕有掠鱼的许可证，
人头色单含交易户口证吼，所以因拢是合法的。所以伫搬过去吼，继续，所以就搬过去继续打狗的山前进吼，就是拢合法嘛，所以就是继续搁行落吼，打狗的山前进。打狗的山有注脚第5，我看卖是啥物山？伊讲可能是茶山对岸的小山吼。伫遐只敢若看到一只胖船和一只无翼的舢板。该胖船载着一批鱼、盐、甲茶叶吼。新茶吼，茶新。根据因讲吼，因打算过长日早起就要航往台湾。而迄只舢板载着鹿婆，拢摕有正确的户口证。迄个所在的陆上吼，就是陆上啦吼，看袂到其他人，所以阮就去坐迄只胖船起定航往淡水河，就是下淡水溪吼，伫遐。迄个河里停8只胖船吼，3月16日头升起来以前，就带领士兵起山。起山了后，检查所有的船只，看见所有的胖船拢有通行证，所有的其他人拢有人头色单，拢无得可吼，无短缺啦吼。所以在出队检查了后，阮就继续前进。小半个放沙社吼，伫遐有一个士兵叫做 Rare Bastens， 是被牧师 Juniors 派驻伫遐咧学习语言，甲教导囡仔吼。所以就请伊吼，该同几个少年人陪我。去放沙社，因为伊还袂晓讲当地的语言，所以命令伊随派一个居民去家庭社，旧亭应该叫家庭啦吼。我讲原文是家庭啊吼，所以读做家庭。伫遐有一个少年人吼，名叫做 Hans Valent 吼。伊真后讲当地的语言吼，所以就去甲讲，阮来到放沙社咯吼，我会等要等因来，等到伊来，因为有一寡公司的代志爱办，叫伊必须要较紧来吼。如果因为迄寡邮长拢无伫的，所以也着派人去通知因伫个春社里来听候吼，因为有一寡公司的代志爱办，叫伊必须要尽量较紧前来。如果因为歹势，我是读较对。如果因为迄寡邮长无伫咧，所以嘛派人去通知因伫咧村社里听候。我读重复去。迄当中我着带领我的人员往南边去检查渔夫，但是呢，拢无看见一个人讲无人头色单，就是拢有摕人头色单啦吼。或者是无户口证的吼，无你个掠鱼的户口证吼，拢无吼，也无看见其他人逃走。这是这几个月来严格检查的效果，已经互其他人会惊吼。回程的时阵，就行迄个捷径吼，捷径啦吼，我是读公主八啦吼。捷径台语安怎讲？毋知。回程行捷径去放沙社吼，中昼进入该社，邮长拢来到我面头前，因为无人会当甲我前来迄个缘由，就是原因啦吼，甲因讲，所以就只好听候。拄则讲迄个少年吼 ，Hans Vallen 吼。伊也讲当地语言吼，
听候即个人到要暗的时阵，伊派人来讲，伊对家庭社行了一里外路的路程，要来我遮，但是因为破病吼，当兵已经破病足久啊吼，只好转去。3月17，早起该动即个所在酋长吼，对放沙社前王，即个酋长毋是一个吼，是一阵酋长吼，对放沙社前王家庭社，昨已经派人去甲迄个团导叫做 Adris Maginio 吼，甲迄个人讲，甲迄个团导讲，今仔日要踮咧遐听候阮吼，中昼来到该社，阮着派驻处队的人遐，就是中昼来到该社吼，迄个社有阮派驻的人吼，去到遐，因的名叫做 Jan van Torenburg 和即个 Hans Wallen 吼，两个拢破病啊吼，要暗的时阵收到 Maginio 就是迄个团导嘛吼。要暗收到迄个团导 Maginio 所写来互阮的一张德批，讲伊已经对大目镜社来到马里马伦社，因为破病，若是讲毋是非常需要伊来吼，伊因为破病，所以真衰弱，想要转回，想要转去即个大目镜社啦吼，所以呢，伫咧随派一个居民送一张德批去回答，伊讲，若是有可能，就来处队吼；若是无法度，就通知一声吼，并且踮遐留到明仔载。明仔载，阮就会将阮的该栋放沙社和家庭社酋长吼，即阵酋长吼，去马里马伦社，迄当阵特别甲迄寡人，甲迄寡逃走的龙桥人吼，甲带来即个马里马伦社。马里马伦社交互阮，为此阮派放沙的酋长去。3月18，我来摕只水。3月18，讲伊日记写到3月21嘛吼。3月18，顶头讲到迄个马基尼哦，迄个团导和放沙社一个酋长来到家庭社，有5个逃走的即个龙桥人。还是我穿件衫是比较冷哦，天。到暗时天就较冷。有5个逃走的龙桥人，一个历社的酋长和另外3个迄附近村社的酋长也拢同齐来。上述各社的酋长和龙桥人，伫咧即个家庭社吼，伫遮聚集。我派人问因讲，敢有啥人住伫咧因的村、因的社呢？拢应讲无吼，只有历史吼，摕户口证来交易吼，毋知影龙桥的君主的下落，捌数处吼，捌几啊遍伫咧几个村社。突袭吼，去突袭啦吼，但是拢毋知影因秘伫倒位吼。迄寡逃走的龙桥人有30个查甫，除了妇女甲囡仔吼，即寡
妇女的人数比迄寡查甫还佫较侪吼，就是有3个查甫，30个查甫，歹势，30个查甫。守伫个放沙仔社南平约落3里的所在吼，虽然讲放沙仔社的人欢迎因来住伫因的村社里，但是迄寡龙桥社的人犹是袂当决定讲要来。因希望讲继续住踮咧现在住的所在，因为因的宗教信仰和别人无共。因即个请求吼，我答应，一直到有进一步的命令以前，允准因继续住踮遐，但是毋准因搁再建造和以早相像的厝。即个讲我答应的，即个是就是迄个商务员啦吼。商务员，是迄个商务员。写日期即个，毋是即个，对了，是即个商务员van den Eyden吼。好，咱继续看吼，320倍继续看来，嘛，甲所有的酋长讲，以后若毋是事先处伫即个城堡的符客，袂使允准互青云人伫因的村社里来住吼。如果有龙桥社的人倒来城里吼，或者是有山区的居民来求和，就必须要甲情形详细。甲迄个距离家己的所在上近的阮荷兰人所派驻的人吼，爱甲伊讲，甲伊报告吼。因就会写批来即个来台湾社报社甲阮讲吼，互阮知影要安怎处理吼。如果讲伫咧因的地区看着路咧，或者是查某的女路啦吼，都爱甲因掠起来吼，甲因带来台湾遮吼，所有甲因讲的话吼，因拢答应讲爱遵守吼。波鲁波拉社、塔加布尔社和卡林吉社的居民，一直到现在拢还未遵照因中尉迄个本吼所做的即个承诺。本着迄个临时队长。对嘛吼，本嗲，带兵要去找今仔迄个临时队长啊，讲一直到现在拢无遵照因中尉本所做的承诺。就拄则讲迄3社吼，波巴拉社、塔加布社、卡林吉社的居民吼，拢无遵照因中尉本所做的承诺，搬来放沙社附近。来住，放沙人嘛无爱因来吼。以前伫距离放沙社半点钟路程的即个所在叫做北巴北下社吼。倒注口我看者，北巴北下社伫本文的描述是伫咧屏东县南边，就是放沙社迄个。老旧地址遐啦吼，毋是伫放沙社旧地址遐，距离有半点钟路程的所在吼，伫屏东县南边。好，咱转来一写讲，以前伫咧距离放沙社半点钟路程的北下社吼。有10间厝被放好烧掉，是一个新仔人叫做三哥啦吼，三哥啦吼，三哥造成的。伊捌以士兵 John James Imandus 以前是派驻伫放沙社吼，即个士兵的名义吼，伊是以即个士兵的名义。迄寡居民吼，要讨几罐仔酒，要摕互放沙社的居民的。因为着上述伊曼杜斯的厝吼，做了围墙啦吼，墙过啦吼。因为
白巴北下社的居民无退伊来建造迄个围墙吼。白巴北下社的居民无爱互伊，毋过也是摕互上述的伊曼德斯吼，以及含伊曼德斯做伙的放骚人满满的一罐酒吼，就是摕互因一罐酒，讲即寡酒会已经有够额互因啉。但毋是讲要互放骚人摕转去的吼。迄当阵，迄个新仔人三哥摕起着装着酒的迄个罐啊，当着伊曼德斯面，涂骹削喙吼。即个事伊曼德斯看了，却对迄个新仔人也无用语言责备吼。即个新仔人是讲迄个三哥吼，伊曼德斯吼，就是荷兰人，伊曼德斯是啥？头壳我煞袂记伊曼德斯就是迄个士兵嘛吼。迄个士兵甲讨酒嘛吼，伊曼德斯看了即个代志吼，就是看伊对涂骹削迄个管啊嘛吼，削喙吼。伊曼德斯看了，却对迄个新仔人，伊也无用语言责备，嘛无用其他方法来处罚，所以呢，迄个新仔人更加吼跋扈起来吼，更加摇摆起来吼。放好烧起一间厝，因为好势美丽，所以另外有9间厝嘛被伊烧做变地啦吼。若毋是讲好势伫个火势吼，好势伫个一片空地吼，被拍花去吼。若无迄个村社大部分的厝拢会去互烧掉吼。即个新仔人即嘛。伫即个地区找袂着，你以为讲伊可能伫台湾有大个所在吼。有一段时间，拄被带来放沙社和家庭社。对此，我捌伫今年1月的即个日记啊，都已经写过吼。而最近就被带来大目连社吼。听证，互阮派驻伫遐个人。我已经读到爱困，我煞毋知影即嘛是读到这是伫写啥吼？就是拄嘛吼，有一寡拄被带来即个放沙社和家庭社嘛吼。最近被带来大目连社吼。来送互阮派驻伫大目连的人吼，应该是讲迄个拄吧吼，用来求和。即个代志，因为阮派驻伫放沙社和家庭社的人会怠慢，所以无进展。就是求和即项代志无进展吼。即寡拄是伫即个绿绿社和放沙社中间的吼，中间的迄边东边的小山区呢吼，会几啊村社的人所炸来吼，炸来啥物来啊？团队 Adrian McInnes 明白互因的好意，所以伫本个月7号，迄寡村社当中的一个村社。有2个居民带着2只猪和2条麻鱼来互伊，伊请求会当伊甲公司和平相处，伊接受了吼。伫温困交代因1天2暝了后，赠送因一支布头和3匹空眼布，才叫因转去。并且叫因爱炸一个新仔人吼，名叫做台港，同齐去。
伊侵捌即个居民的语言吼，和即个当地的人、当地的查某人结婚，因为得到长官 Traianus 阁下的许可，所以会当伫个即个大白莲社住落来。因有答应讲9工了后，还阁会甲迄个小山区的山骹的另外7个村社的酋长拢带来。迄个山骹伫日历社东边啦吼，约6英里的所在吼。Marquinhos 甲因讲，因为破病吼，如果伊袂当去因遐，因就爱含迄个西那人同齐来大白莲社。3月19，阮对家庭社去日历社一个叫做凯神的即个酋长伊兜，因为对牧师 Marquinhos 吼，知影讲伊捌伫本国月10号该动4个同社的人去上述来求和迄寡村社交易，但是发生冲突。严重到讲摕起武器互相来相拍，所致双方各有一个人死亡吼。因为即个凯旋吼是含伊同齐去迄群人的主脑，虽然对此迄今无解确定吼。问伊讲。为何伊对迄寡含阮求好的人遐尼歹？用即个狡计吼，即个来讲狡猾吼，狡计用即个计吼来攻击因吼，袭击啦吼，袭击因啦吼。但是伊应讲，伊含伊的人是被逼抵抗吼，到底是怎样一回事？伫阮的日常听候的即个上述的西那人吼，含迄寡居民对遐转来是无法度明白吼，就是讲到底是安怎一回事啦，已经无法度明白啦吼。歹，我这直直爱困。阮对遐经由即个马里马伦社吼，建龙大白莲社。伫夜间到遐，伫遐牧师Marquinhos甲讲，北巴伯系社是伫个大连东边6英里的人吼，6英里的所在吼，叫北巴伯系社吼。北巴伯系社的人伫本国去配合杀死2个西那人吼，因拢有摕到。坐即个老社西边拍拉的许可证吼，伫即个大老社西边吼拍拉的即个区域遮第9。注脚第9写讲大老社伫个屏东县离港乡迄甲位啊吼。所以，因又摕迄个大老社西边拍拉的许可证吼，甲因的头手甲骹扑掉、剁掉吼。伫个差不多6个月以前，有2个 Takrayan 社的人嘛做了共款的代志，攻击6个西那人，其中有4个人吼逃走。等甲因的衫裤啦，因所有物件拢等伫遐吼，就直接逃走。大白莲社酋长有中尉吼，毋是大白莲社酋长伫咧即个中尉吼做共款的代志了后，攻击6个西那人，其中有4个人逃走。甲因的衫裤物件等等放散吼，逃走，直接逃走。
其中有4个人逃走。大白连社的酋长伫中尉本经过遐的时阵，对关系到跟迄个阮破病的人的代志来伊定称伊的无辜。伊讲，迄当阵毋肯去捡迄寡破病的人的物件，伊的少年人伊拢已经用藤条处罚过了并且答应讲，伊会命令伊的人民将来不得搁再有差错。10:12，哎呀！其实要当到10:30我才10:30。其实对我来讲，有小可真力过一阵嘛阮遮时间会调整变成我着提早1点钟来读恁的时间无变我会变到时阵着较轻巧好，即段我阁来读一个啦我读到爱困，毋知读到倒位。阮对遐经由马里马伦社前往大白连社，伫暗时的时阵到遐伫遐的牧师马基尼甲阮讲北巴北下社约伫咧大白连东边6英里的人6英里的所在北巴北下社的人伫本国去背号杀死2个西那人即西那人拢摕有打老社西边拍来副高证伊甲因杀死剁掉因的头甲手甲骹约伫咧6礼拜以前，有2个 Takrian 社的人嘛做共款的代志攻击6个西那人，结果其中有4个人逃走甲因的衫裤啥物件拢等迄个等你遐才逃走大白连社的酋长有中尉本经过遐的时阵，拢对即项关系到跟阮的破病的人的代志来伊定称伊的无辜伊讲，迄当阵毋肯去跟迄寡破病的人的迄寡少年人青年人伊拢已经用藤条甲因处罚过并且答应讲，伊会命令伊的人民将来不得搁有差错3:20，阮准备好要出发的时阵，上述的北巴北下社有一个酋长来了伊讲，若因的居民愿意归顺公司，抑阁有附近几啊村社的居民也拢共款愿意归顺公司，因拢伫咧听候大白连社甲其他附近村社的居民去带因来大白连社。若无因毋敢来为着要互因更较满意，有3个大白连社的要员愿意去遐。牧师马基尼将派因去几啊其他居民去遐将派因甲几啊其他居民去遐听候因一转来，就要设法甲迄个山区的居民送去城堡。如果无法度甲因送过上述的牧师就会写批报告因的情形。休一下，啉下水好，3:203:20继续读落以早因为家庭社居民的请求，特劳德尼尔斯阁下派一个荷兰人去住伫遐。即嘛有2个荷兰人被牧师 Junius 派驻伫遐，上好甲迄2个人甲伊牵线去绿社，因为家庭社是一个小村社只敢若有70户，而犹无即个荷兰人派驻伫遐的即个绿社的户口有比，就是即只家庭社比是4倍4倍而且是伫咧其他的小村社
搁较适合的所在吼。迄个旧年派来大目连学习语言的少年人 Samuel Miles， 因为知影讲因定定啉酒醉吼，就是本来派踮遮吼，算来遮要学过学物件，结果呢伫遮吼，即个学语言无遐骨力，定定啉水、啉酒、啉甲安尼，啉酒啊，搁迄个吼困查某吼，因此呢，就命令伊爱伫个最近转来台湾吼，答复对伊的质问吼，意思就是调转去问啦吼，伫遐安尼歹名声吼。本国个16号对大目连社、大老社甲毛利马伦社有87个男女含学童去消浪，要去遐受洗。因为阮派驻伫南方的人大部分拢破病，而且现在一年当中上个破病发烧的时阵，又开始啊吼，3个啦吼，天气要开始炎热啊吼。即种病伫迄个地区非常的流行吼。为着要治疗即种病和其他的病，所以真需要派一个医生吼，带一寡药仔来食。阮离厝前往迄个倒山，踮遐一座树林内咧过年。倒山讲是应该是即马高雄县的即个大公山啦吼。3月21，阮继续前进吼，伫个要暗顿来到台湾，伫大目连社甲台湾中间，拢无看到任何，拢无看到无自由的新仔人吼，只有看到迄几个人无户可证吼，伫水边咧掠鱼，甲因当中的主犯吼，同齐甲伊带来。以上是我离开厝地了后。伫个阮的旅程所发生的代志吼，这是迄个中尉吼所写的这代志吼。好，所以讲会到吼。好啦，这篇读煞啦吼，这篇我读到爱困个，3月22读煞吼。3月22，下底接地兰野城日志3月22号的条目。3月22，早起翻译员 Christine Smallbach 奉命带领3个荷兰人离开此地前往避难，予伊的命令是记载伫个今仔日的指令簿内底。旁船阿姆斯特丹号遵照昨昏的决议，今仔日伫厝出航，带着本柜最后的物件吼，奉命要经由 Paris Charles 东边，直接航往巴达维亚。Paris Charles 是指今仔日南海的西沙群岛，奉命要，所以即只因要出航的即船吼，奉命爱经由即个我东边的即个所在啦吼，直接航往巴达维亚。同齐运气的号码有各种商品，进价总价达是6334毫吨。愿万能的上帝带领伊一路平安。阮所写予总督阁下函，同意6月会内容，请参阅今仔日发送物件的抄写簿。这是3月22。3月23，咱就明仔载继续读啦吼。3月23，好，今仔日我提早10分休困，我读到爱困去。捷径 shortcut 叫做德路，毋捌听人安尼讲吼。
好，今仔日我会诚早起啊，吼，恁早吼，我袂记个，我咧读迄篇洪伟林教授的论文，我讲后礼拜要甲村内上尾一点仔部分甲读了，剩的时间大概要来开讲，然后主要是针对即篇论文。其实阁有另外一项代志我袂记，就是讲可能讨论一下，后一篇要读的迄篇，其实后一篇要读的迄篇，我毋知影已经公开未吼，迄个毕上兄伊知影我咧讲叨一篇吼，到时再来问伊吼。迄篇的主题我无啥题目我是袂记，但是主题主要是咧讲迄个波波摩佛伫台湾的发展吼。波波摩佛其实本来是迄个新仔人对即个新仔伫新仔遐发展出来吼，来飘迄个新仔歌话嘛吼。波波摩佛，结果呢，真正甲即套用了上侪上熟的吼，用了上好的是台湾人吼。因为后来因阿强啊，因掌权了，因嘛无用波波摩啊，因直接用汉语拼音法吼。所以即个波波摩，对台语学习吼，会阻碍吼，造成一种阻碍啦吼。这就是迄篇论文要讨论的物件吼。其实我足有兴趣，就是讲，伫咧吹杀台语、复振台语的过程当中，要安怎来扭转即种形势，还是要安怎改变即种情，互迄寡惯势的波波摩的人会当法度来接受即个。大陆的或者是白话字的拼音写法吼，好，这是迄篇论文，咱到时咱问一下毕上兄摕着这个论文未？好，咱今仔日读到遮吼，来关房，感谢各位，多谢大家。